好多業主認為將間物業放上 Rightmove 同埋間中介有實體圖嘅話，就係一間正規嘅中介。其實喺英國揀錯中介，業主咧會好頭痛。咁喺英國點樣可以揀一間正規同埋優質嘅中介呢？第一，睇下呢間中介有冇 CMP（Client Money Protection）。正規中介收到租金同埋押金之後咧，會放喺一個受保護嘅帳戶入邊。萬一呢間中介執笠、捲款而逃嘅話，政府咧會全額賠償俾房東。坊間有好多私人細中介係冇呢個證書嘅，咁業主點樣受到保護呢？第二 ，ALA Property Mark 嘅認證會員 ，ALA 係租務行業入邊公認性最高嘅金牌執照。中介要通過極其嚴格嘅考試，同埋每年嘅財務咧要獨立咁樣去受到 audit， 先可以有呢個認證。第三，可以考下佢哋點樣去應對呢個最新實施嘅2026年 Renters' Rights Act 租客權利法案。Section 21 Notice 被取消咗之後，而家啲租約咧係變咗無限期嘅月續租。點樣去保護 landlord 業主嘅權益呢？點樣防範租霸同埋遇到欠租嘅情況點樣處理？選擇我哋最大個好處就係可以令到 landlord 安心安全。Belvoir 作為一間上市嘅地產集團，我哋具備晒所有合資格嘅資質，而應對2026年嘅新政，我哋更為 landlord 提供一個資金嘅保證同埋全套法律嘅保障。Rent guarantee and legal expenses cover。無論政策點樣變，我哋都會將 landlord 出租嘅風險降到最低。我係 Jason 喺倫敦，下期見。